新闻头起先，咱先来看大苏台查某骹球案的抽回风波。校方已经伫咧昨为阿嬷召开下教评会，表示会做出符合社会期待决议，后续会来邀请校教评会处理，打算伫明仔载会公布最后的结果。另外，昨伫判院维权委员会嘛有召开公听会，大苏台 IRB 主委陈学志讲，计划甲实证之执行有真侪无合理的部分，未来嘛会改善来加强查核。立法院维权会展开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公听会，大苏台 IRB 主委陈学志讲，女子骹球抽回案的计划申请内容甲实际执行有差，只能靠书面的查核无一定正确。在主持人的计划书里面也是有写说要聘请有执照且有抽血经验之护理人员进行抽血。根据他的计划书里面，他写他的研究对象是招募大专足球及一级木男企业联赛的现役选手，也没有讲台师大的女足队。参加的专家学者拢提出建议，伊即回讲，若是即种非医疗研究，目前是无明确的规范会用的管。立委认为，若是有抽血即种侵略性的检查，应该比较医疗机构来审查。医师专联会是表示，研究计划每一个部分都应该保障接受测试的人的权益。其实这个研究计划如果有问题，不管从 IRB 开始还是在执行中有问题，毒树上长出了毒苹果是不可以用的哦。体育署要处理注销周大英的教练证，照停书，中华骹球协会就要先开纪律委员会。23下昼骹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了后，即日以声明公布审议结果，注销周大英现在持有的教练证，而且这些人拢未当搁再申请教练资格检定，也因为霸凌案拢未当搁再参加骹球事务。我的错。还是希望球员能够原谅我。教练证对我来讲 OK 的，那我喜欢这个项目，所以我还会继续从事这样一个的足球运动，只要有机会。协助这件案件的立委陈培瑜甲人本基金会讲，这边是重建体育文化甲体育训练相关权益甲伦理的机会。如果当一些选手会认为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或是把举发者当吹哨者当成是一个破坏我们体制或破坏我们文化的人，就表示这个病很严重咯。第四代伫23尾暗时阵开院告评会，并且讲已经做出符合社会期待决议，将会移送到校告评会，2月公布审议的最终结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